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5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恒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昨天咱們聊了一個，現在農村突然近2年颳起了蓋自建房、蓋農民房這麼一個熱潮，節目反響不錯，也有很多人留言評論，而且大家觀點基本差不多，就是農民工在外面省吃儉用的攒點錢，那就沒有必要去把自己的房子蓋得那麼好，跑到農村去自建房。當然了，如果你有錢是吧，你像胡锡进那種錢來得很容易，有的是錢，那你就可以去農村蓋個莊園，省吃儉用，勒緊褲腰帶，還要去借錢在農村蓋個100萬的房子，那就完全沒有必要了。今天我們再講個故事，今天講的是一個北漂的縣城女孩借貸230萬買房。我們今天看這個故事，當然了，這個它也代表了一批人，有一批人從小縣城或者從農村考到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京漂、北漂、沪漂、深漂，反正都是漂。那麼巨額貸款去買房，值不值？這些個像農民这個省吃儉用是吧？花100萬自建房一樣。我沒有比誰強，我就想有個房子，有個穩定的家，這錯了嗎？沒有什麼對錯。這是一篇自媒體的文章，標題叫《借貸230萬買房，一個北漂縣城女孩的執着》，是《人間》這個雜誌，作者叫張松年。當然我們把這個當個故事來看，說下班路上許久未聯繫的於月忽然打了電話，問我手裡目前有沒有閒錢，先借他一點，10萬8萬的都行，不過醜話說前面，這錢我得慢慢還。電話那頭他語氣故作輕鬆，幹什麼？我來問，買房，北京的。他說完頓了一下，說昌平地鐵邊上的已經看好了。好家伙，真夠厲害的，還差多少？我問他70萬，巨大的差額，不由得讓我心裡一驚。要知道70萬足夠在我們老家縣城全款買一套120平的4居室，差不多縣城裡面70萬可以隨便挑是吧？目前怎麼樣？有錢借我嗎？不多用，8萬或者10萬都行。他在電話那頭催促起來，也就是他可能不止給一個人打電話，給所有能打電話的都打了，一個人湊一點，你能借多少？5萬8萬10萬都行，以後慢慢還。這個事兒我還是要和家裡商量商量，我並沒有一口答應。我當時任職的公司入不敷出，工資拖着發不出，妻子已然懷了孕，我想着還是要給自己的生活留出後路。哦，他似乎有些生氣，這個女孩借錢沒借着，還有點生氣呢。作者就問他怎麼想起在北京買房，那邊房子也不便宜吧？我趕忙岔開話題，免得尷尬是吧？230萬，現在湊了40萬，貸款那天預批了120萬。什麼意思？也就是房子一共是230萬，貸款只能貸120萬，那就還有110萬。這110萬他自己只有40萬，所以他還要再借70萬付首付，再還貸款。這些數字輕飄飄的從他口中蹦了出来。你這也太冒險了吧？我是知道的。於月目前在北京一家外企公司上班，月薪1萬2，老李在昌平縣城幹銷售，底薪7000。之前他偶爾月薪是能拿到上萬元的，但22年之後經濟環境下行，他們公司也不例外。如今的老李只能拿到保底工資，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他頓了一下說隨之傳來的還有872路公交車到站的語音播報，也就是於月是在公交車上給他這個老同學打電話，要借個10萬8萬付首付，在昌平買套房。我還是覺得你要好好考慮一下。或許是公交車上人多口雜，他並不想在人群裡暴露出自己借錢的事情。我說到第5秒，那邊就掛斷了電話。下班回家，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妻子，她嘆了口氣說道：“於月心裡還是過不去當年的那道坎兒。”大概是吧，我附和道，也就是當年心裡留下陰影了。於月和我以及我的妻子圓圓是高中同學，相互之間算是知根知底。于月在我們之前生存的河北小縣城裡，算是富裕家庭的孩子。
父親經營着一家商店，母親是信用社的會計。他很開朗，愛笑，講義氣，喜歡幫朋友出頭，總是充當着大姐大的角色。他的朋友很多，因為毫不吝惜，朋友中也不乏替他跑腿換取優惠的角色。那時我們的消費水準是一頓飯10塊錢，他總是給幫自己帶飯的朋友拿上20-30，然後一臉無所謂的告訴他們，飯帶回來就行，錢不用找了。相當豪爽，這是高中生。時間久了，有钱多金的外在讓他成了大家吹捧的对象，他被大家簇擁着，習慣性的站在人群的中心位置。2014年高考結束，於瑞北上攻讀計算機專業，他的學校放在全國的3本學校裡，都算是學費高昂的那一批。高昂的費用篩選不出尖子生，但能筛选出誰家更有錢。他之前引以為傲的富裕家庭，在那班同學裡顯得極為稀鬆平常。也就是你在小縣城是婆罗門，或者家庭還可以，但是你到了北京，是吧？那差距就显出來了，甚至上不了台面了。同宿舍的姑娘們討論的 LV 和古奇等奢侈品是他從未擁有過的。他說自己生活的小城以北有一處草原，延绵无際，那不就是张家口吗？对吧？那这姑娘应该是为张家口、怀来那一带的。延绵无際，宿舍的姑娘們卻討論着威尼斯水城的臭氣熏天，夏蟲不可語冰的無力感，就那麼明目張膽的從床頭蔓延進身體。一個自我感覺不錯的縣城的中產家庭姑娘，到了北京，深深的受到了傷害。下課幫我帶個飯，飯錢微信轉給你。不去上課的室友慵懶的把頭探出被子，語氣有些乞求，也摻雜了一些命令。於瑞不悅，但還是答應下來。微信紅包在下課前5分鐘轉了過來，另付舍友對餐食的要求。他點開100塊，直接存入微信零錢裡。飯帶回來就行，剩下的錢不用找了。無比熟悉的遣詞造句，如同重拳敲打在他的神經上。以前在縣城的時候，高中他讓別人帶飯，給20塊，錢也不用找了。現在是人家讓他帶飯，給他100，錢也不用找了。施捨別人的人被人施捨，大概是極其恥辱的事。飯花了20，於瑞為了滅室友的威風，特意換了80塊錢零錢，在室友一聲聲不用的勸阻裡扔到了他的床上。大學期間我們見過幾次面，他話變少了，也沒有之前愛笑了。不被簇擁的幾年裡，他變了很多。最為顯著的便是對錢看得極其重要。他對自己大學的整體總結便是錢不如人，所以才混不開。也就是他們家錢不夠，所以說混得不咋地。大學畢業時我們約了頓飯，席間於瑞不住地打聽大家工作，聽到大多數人基本就那5-6千的工資，他興奮地舉杯勸酒，然後拍着胸脯說自己一年能掙個15-16萬，誇讚聲此起彼伏。於是他十分受用。這也是一個生性好強又有一些虛榮心的一個女孩子，喜歡站在 C 位。她曾在喝多時告訴我，我家從我記事以來就很有錢，父母很忙，沒什麼時間陪我，所以他們給我遠超同齡人的零花錢，而我把大多數的錢都花在了朋友身上，以此買來缺失的陪伴。我告訴他，人多半是孤獨的，他不認可。他說任何事都能用錢填補，甚至包括愛情。他找了個男朋友，也是我們的高中同學，叫老李。他們出乎意料的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可就是這段感情幾乎毀了於瑞。老李出生的村子出了名的貧窮，在整個縣裡都能名列前茅。那片村子位於2片山之間，風口上，冬天惡寒刺骨，春末黃沙漫天。老人常說，貧瘠的土地是無法長出好莊稼的，作物如此，人也一樣。老李在高中時代為了解決飯費，便幹起了打手。宿舍有固定的人每月向他上繳保護費，他則負責幫這些人平事。
他從來是不信任努力就有回報这种說法，不然父輩種了一輩子的地，他們怎麼還過着吃不飽飯的人生呢？高考的超常發揮，最終把他送進了3本，但窮人家的孩子沒那麼多社會閱歷，也就經不住一點誘惑。升入大學的他羨慕同學們的穿的用的那些他叫不上名字卻很貴的名牌，於是在網貸入侵校園的第1年，他便拉着學長授信了一筆額度，但錢成為數字放在手機裡，自身便失去了原本的重量。喝酒、泡網吧、談戀愛、買品牌成了老李大學後半段的生活主旋律。學長告訴他要享受當下，以後有的是時間去工作掙錢，於是提前透支的賬單搞得他負債累累。這個學長估計也是個犯高利貸的小額貸是吧？拿提成的。這就是我為什麼以前特別反對這種小貸。你說小貸害的就是這些學生，而且家裡越窮的上當越容易被拉下水。因为有钱人他家裡不需要貸，家裡給他零花錢就夠了是吧？他缺錢的一般是家裡沒什麼太多錢，越沒錢他越想要花錢，越想花錢他只能去貸，越貸越多，越滾越多。他本想着大4實習出去找工作掙錢還債，對口的公司面試沒過，幹了個把月銷售跑斷腿，一單沒談成，索性便折回學校繼續渾渾噩噩度日。家裡發的生活費還完賬單所剩無幾，那便找朋友借，一個朋友催債，便從他朋友手裡拿錢填補。就是你老李也是靠借錢度日啊。於越是唯一一個借給他錢卻沒向他要債的人。越姐交不起房租了，能再借我點錢嗎？之前欠你的等有了一併還。畢業後的第2個月，他被房東下了最後通牒，無奈之下翻出了於越的 QQ， 嘗試了問了一嘴。那時的老李人在南三環，認出待業境地，他一股腦把房租如何貴，面試官如何不近人情講給了於越。要不你來我這邊吧，昌平租房便宜。於越善心發作，給他提了意見。南三環到北6環輾轉地鐵需要2個多小時，老李克服艱難困苦，當晚就跑了過去。那是他第一次吃彈鴨血，於越帶着他說是接風洗塵。我租的是2居室，有一間目前空着，你搬過來住，房租我們1人1半。當然我現在不會找你要錢，等你找到工作再給我。他笑着和他碰杯，收留的初心有2，一是高中同學的身份，另外是自己需要被人簇擁，也就是於越需要一個小弟。老李搬了進去，沒找到工作的日子便由他負責每天早飯和晚飯。那時於越為了在公司站穩腳，經常性的加班到11、12點，無論多晚，他進屋時桌上都會擺着3菜1湯，熱氣騰騰的飯菜很少出現在他過去20幾年的人生光景裡，取而代之的是各色各樣的零食泡麵。他吃完飯折回屋裡睡覺，老李負責刷碗收拾。第2天一早還沒睡醒，飯香便撲鼻而來。雨季漫長，老李總會帶着傘守在他的公司樓下。天氣轉涼，他也會寫好這個紙條提醒於越增加衣物。有時候於越會恍然覺得日子也就這樣。老李的工作3個月沒有着落，多數面試都是在第1輪被刷下去，讀了4年書什麼也沒學會。越姐，我可能下周要搬出去，這邊沒有收我的活，打算去別的區看看。老李在於越吃完晚飯後告訴他，欠你的房租可能還要等一段時間，加上之前欠你的錢，到時候一併給你。於越沒說話，轉身進屋。那夜他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老李打算離開，本來是人之常情，可他心裡莫名其妙湧上一陣失落，是喜歡還是習慣，他自己已然分不清。留不留，留不留。那天夜裡，於越把窗台上擺着的綠蘿汁液薅得一乾二淨，得出的結果是隨他去吧，說這些錢你先拿着用，隔天發薪日，於越留了6000，剩下的取出現金裝進信封遞給了老李。後來的日子，反正2個人就正式確立了男女朋友關係。
我們一起喝了幾頓酒，老李依舊是家庭主夫，主要負責打理廚房和愉悅的生活起居。我們喝醉討論着目前工作的內容，老李像個局外人，一張口便是高中打架、大學逃課，若非醉得厲害，基本沒人願意搭他的話茬。酒局的中斷，吹完牛皮陷入尷尬處境的老李，多半是乾上一整杯白酒，晃晃悠悠的獨自回屋睡覺，呼嚕聲不需片刻便此起彼伏，就像大家都先行一步，而他則自得其樂地留在不少少不更事的圈子中不願出來。也就是那個老李還是深深地陷在他過去的那個輝煌裡面，這樣是不行的。遠遠數落愉悅，他面無表情地點了點頭。那年9月，愉悅把老李介紹進自己的公司，銷售行業起點低，只要肯打電話總能拉來業績。老李進這家公司是以愉悅同學的身份，辦公室戀情是被嚴令禁止的，如有發現，2個人工作全都不保。那段时间2個人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見面微笑點頭，下班一前一後，就算部門組織聚餐，2個人也都心照不宣地坐在餐桌的對面一頭。老李不熟悉業務，入職之初總會被領導斥責，同事們相繼安慰，愉悅則刻意坐得老遠，當作無事發生。這樣的關係雖然別扭，好在老李有了穩定的工作。2019年深秋，愉悅打了電話約我喝酒，從昌平到沙河，騎摩托車並不算遠，燒烤、啤酒、路邊攤，舉杯閒聊，我們很快就醉了。他說他發現老李背着自己欠下了9萬塊錢的債。我告訴他，這段感情不確定性太多，不如分開來得痛快。沉默很久後，他告訴我，錢只是被他拿來高消費了，並沒有涉賭。9萬塊錢也不是什麼大事，你說呢？愉悅自我安慰着。為了還錢，他開始在周末輾轉商場發傳單，做起了1天100的短期兼職。老李不知道他的蹤跡，但是認為他去找朋友玩了，於是每個周末他都掛着王者榮耀，一片一片的刷地圖，好像那9萬塊錢不是他欠下的一樣。2019年底，愉悅因為幫公司中了一個800萬的標，被破格提升為銷售部經理。而老李並沒有什麼野心，就算是幹銷售，每天也只是打2個電話，之後喝茶養花。愉悅中標的獎金加上他之前兼職掙來的錢，幫老李把過去的債一筆勾銷。節慶的那晚，2人喝了些酒，也第一次開始計劃之後的人生。總之，愉悅為了讓這個男朋友老李上進，愉悅每次見客戶都帶着老李，因為愉悅他認為老李之所以不把工作當回事，並不是沒有幹勁，而是職位太低，這個級別太低，幹不出什麼成績。如果級別高一點，職位高一點，說不定就有業績。愉悅為了托舉這個老李，他還向公司提交了辭呈，領導挽留幾次，但他一意孤行，只是拜托公司看在他曾經付出的份上，能讓老李取代自己的位置。那老李呢，最終上位，一是因為和愉悅和部門領導關係好，一是因為之前不少大客戶都愉悅的介紹給了老李。這個愉悅和老李後面就開始談婚論嫁了。這個過程中，他的好朋友圓圓還有作者都是勸他們趕緊早分手早利索，但是愉悅已經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串不住的圓圓也只好违心送上祝福。他在喝酒時告訴我說，愉悅算是毀了，多好的姑娘。我們那邊的習俗，結婚之前2家要坐在一起談嫁娶的條件，正常水平的家庭需要有車有房，10萬彩禮加上3金，還有其他一部分禮錢。愉悅的父母並沒有為難老李，雖然他目前的工作並沒有什麼亮眼的成績，但好在人老實。二老覺得他過日子是個好手，能照顧好愉悅，於是降低了結婚標準。女方提出的條件是8萬彩禮、3金以及現成房子首付。車不着急，2個新人可以繼續開他們10年前買的桑塔納。說儘管把條件降到平均水平以下，老李家仍然給不足，也老李家連这條件都達不到。2021年初冬，老李帶着愉悅第一次回了自己的老家，就是老李家這個窮遠遠超過了愉悅的想象。
後來老李家房子的首付和3金錢也沒有出，為什麼沒有錢？他們的錢只能夠出彩禮和酒席的。理由是啥？理由是他們覺得我們将來肯定是留在北京，老家县城的房子沒啥大用。老李说这倒也是，北京的房子有用，他們付得起首付嗎？回到北京後，两個人因為這件事大吵一架。老李罵於越刻薄，於越說老李無能。最終於越同意了兩個人自己買3金。拿到那幾件首飾的時候，他的心情說不出來，複雜。回家之後，他打開了盒子，給自己母親展示，好看吧？我婆家買的。我說不要這麼貴的，他們非不讓。也就是說，這於越是打腫臉充胖子，自己花錢買的3金。他回家跟他媽說這是婆家買的。老李坐在一旁沒說話。接下來便是提親、訂婚、拍婚紗照。房子的事拖了很久沒有結果，老李不說，他也沒問，相信老李能處理好。2022年年中，於越懷了老李的孩子，因為疫情原因，總找不到合適的時間辦婚禮，未婚先孕，名不正言不順，於是他自己把這個秘密藏了起來，每天依舊從北6環到3環內，跨越半個北京城上班謀生。872路公交車沿着京藏高速穿行時，他總會摸着肚子幻想以後的生活。100平出頭的3居室，主臥要擺一雙足夠大的雙人床，4件套一定要選品牌的，要有自己的化妝間，衣櫃最好多做一些，省得衣服放不下。次臥要做成榻榻米，留出小書桌，以便讓孩子寫作業。馬桶要智能的，最好能有個浴缸。其實有個家就行，在北京也行，在老家縣城也行，反正有家就踏實。這是於越的想法。2024年，於越升了職，工資漲了幾千。老李公司有所緩和，掙得多了，但代價是總要出差。一天路過昌平站時，一則低價出售的廣告吸引了他。相比於周邊房子，這個確實便宜得多。他最終打去了電話。夜幕漫過北京城時，中介騎着電動車趕了過來。姐，還是你有眼光，這房子緊俏得很。因為房主要出國，所以才急着低價出售。銷售擰動鑰匙，拉開了那扇老舊的鐵門。這房子採光很好，房子客廳中心位置放着老舊的沙發。那一刻，於越似乎看到了光打在上面的樣子。還能再便宜嗎？他問。您誠心要的話，還可以再便宜一些。中介回答。你多大？於越突然問起西裝筆挺的中介。沒多大，剛畢業1年。中介笑着說。於越決定買下這處北5環外6環邊上的老房子，80多平，2室1廳，230萬。房子刻滿了飽經歲月的滄桑感。按公積金貸款來做，他和老李加起來可以貸120萬，首付需要110萬，自己父母能拿出40萬，自己2個做生意的閨蜜也能拿出50萬。存款不動，反正也沒多少，養活湯圓，也就是女兒，也他的孩子。我這邊借了90萬，你回家想想辦法。他給老李下達了任務，也是讓他老公去籌款。老李想用組合貸，被於越以高利息為由拒絕了。老李父母的意思是沒有20萬，於越退了一步，讓他們幫着出10萬。說實話，我們拿5萬都費勁，我們也老了，掙不來。買房的事幫不了你們，但退一步講，我們不生病，其實就是在幫你們。老李的父親隔着電話說：“你的意思，我還要感謝你。”於越氣得手直哆嗦。不然我和你媽誰突然倒下了，你們是不是得花錢給我們看病，找人照顧我們？老李面有難色，和他父親溝通說：“爸，你給拿點不行嗎？沒有怎麼拿？你媽無償去北京給你們哄孩子，家裡指着我養就已經夠嗆了，哪來的錢能攢下？”老李的父母終究是沒有出錢，他們選擇了擺爛，要錢沒有，想罵隨便。正因如此，李銳開始找我們，李銳去借剩下的20萬，也就是這20萬本來是由老李的父母由他們來籌集，但是老李的父母肯定是筹集不了，那地方非常窮，落空了，沒辦法，這20萬只能找同學借。得知全部細情的我勸告他這麼做，說到底風險太大。我們就像是一群卡在時代隘口的羊，沒人托舉一把，能做成的事實在有限。可能我有點悲觀，但這是現實。我告訴他，於越掛了電話，沒再說什麼。隔天他發來消息說不用錢了，老李找了個搞工程的大哥，
答應借給他20萬。作為朋友，我還是勸你三思。我發過去，隔了5分鐘，一段40秒的語音傳了過來。你不想幫我就直說，大道理誰都會講，不是嗎？去年老李的表哥約我們去他家吃飯，幾杯酒下肚，他開始吹噓自己家裝修有多好。這些話就像刀子，直接接連不斷地刮着我的每一寸神經。他明知道老李家拿不出錢，還故意問我們什麼時候買房。我只能跟他們吹牛，騙他們說自己要在北京買房。我沒有要比誰強，我就想有個房子，有個穩定的家，這錯了嗎？這就是 要強好強，這個有點虛榮。提交首付的前一天，老李的好大哥失聯了，也就是準備答應借他20万的，電話不接，微信不回。4天前，那個搞工程的男人酒桌上吹着牛逼，說給老李拿200万也沒問題，20萬就夠了。哥，老李恭维的说道啊，看不起哥是吧？20万你说出来就是打我的臉。最終那個男人騙了老李500塊錢的飯錢之後徹底消失，剩下的20萬再次毫無着落。要不咱們就做商業貸款吧。那個大哥失联了，老李有些泄氣的和于瑞商量，失联這麼巧？于瑞質問。那天晚上，于瑞藏好情緒，把孩子哄睡，獨自坐在梳妝台前，一個接一個的翻找通訊錄，借我些錢買房子用。他不知道自己說了多少遍，只覺得口乾舌燥，起身接水。老李的呼嚕聲從次臥傳了出來。那夜他借錢借到了凌晨3點，最終艱難地把錢湊齊。房子過戶後，于瑞請我們這些留在北京的朋友一起到新房吃了飯。房子很老，但好在裝修還算溫馨。他破天荒沒有涮火鍋，說自己要下廚展示廚藝。時隔6年，這個房子幫他重新站回了這群朋友的中心位置，喜悅難掩於色。也就是在新房喬遷之喜的時候，于瑞請在北京的同學一起吃個飯，讓于瑞也找到了自信。飯後送別大家，我因為住得近，所以最後離開，坐在沙發上和于瑞聊了一會兒。反正謝謝你，雖然我也不知道明天會怎麼樣，可能和預想的一樣好，也可能更糟糕，管他呢。他說着破天荒點了支煙。大家都是擔心這件事會出意外，本身沒什麼惡意。我說那時的老李早已醉得不省人事，在次臥打起了呼嚕，始終像個局外人一樣。老李也這麼覺得，他不想為了房子犧牲現在的生活，畢竟租房能過得綽綽有餘。我不怪他，只是我也不再期待他了，只是以後生活會艱難一些。我說啊，你還記得當時找你喝酒，你和我說的那句話嗎？什麼人總要執着些什麼。他說完伸出了手，這個微胖的姑娘手心不知何時生出了很多堅硬的繭子，而臉上也開始隱約長出了皺紋。這樣也好，至少以後每個夜都比躺在連鎖酒店痛哭的那夜要好。這個文章有點長，我就這麼介紹一下。總之這個文章主要講一個縣城的一個，也不能叫白月光，縣城的一個家境還可以的一個女孩，一直在 C 位，但是到了北京之後應該是有點迷失，結果又碰上了高中的同學老李。而這個老李是一個被家庭非常貧窮又被網貸給害了的這麼一個不良青年，也不能說不良，兩個人從在一起大伙過日子，最後提親，最後無論是從定親訂婚到成親到買房子，老李家都一點忙幫不上。當然了，老李家最後老李的媽媽替他們帶孩子，這個就算是托舉了。就這麼個事。這個女的要強，選擇本來是要在縣城買房，後來因為這男方家裡沒錢，所以縣城買房就作罷，最後索性在北京買房，就這麼個事。我在想，這個實際上是這個女孩子悲劇的開始，倒不是說她愛情看錯人什麼的，這個倒無所謂。我覺得她在北京買房這個是一個悲劇的開始，因為對他們家來說，這個弦兒繃得太緊。這個房子啊，他貸款是120萬，40萬還是父母湊的，剩下的70萬是借的，跟這個借跟那個借，也就是工作了6、7年，他們自己身上其實沒什麼錢，連首付都是借的，而且已經把所有能借的錢都借完了，你一晚上把通讯錄能打電話都打完了，把首付湊齊，還貸了110萬，
自己的工作一般是吧？老李的工作是朝不保夕。你说就这么一个家庭，这样上车，我觉得除非老李什么时候突然捡到一笔钱发財，否则他們血兒遲早要斷，這個是沒有任何懸念。因為這個你作為一個女的，你上班，不管你是幹什麼工作，看着目前幹了6年，也沒幹出什麼特別厲害，也就是說快到35了，你不辭職，公司也要裁你，或者公司自己都幹不下去了。這老李本身有今天沒明天，還有一個孩子，你說這不是開玩笑嗎？能借的錢都借完了，把他自己的父母的錢也刮得差不多了，掏了40萬。男方父母家是一點忙幫不上，同學的錢也借完了。你說萬一他一失業，按揭貸款還不上，他跟誰借？也就是這個情況，這就是於越，他是悲劇的開始。他就是要強、要面子、虛榮。他不在縣城買房，我這倒是挺贊成的，因為縣城買房沒用，你30萬買到房雖然便宜，你也用不上，你買它幹啥？這個倒是可以的，是吧？但是在北京買房還是應該量力而行，而不是硬弩着上車，不能因為賭口氣的吧？什麼我要一個家，不能以這個為借口，說人總得有個家。這個於越的悲劇或許是從認識這個老李開始的，注定了。但是老李畢竟不是直接原因，我覺得直接原因還是他錯誤的決策。要置意要買這個房的時候，老李已經開始拿保底工資了。而於越自己的收入一個月才1萬多，拿到手也就是1萬塊錢，你說說吧，按揭貸款還完，再加上養孩子，平時吃喝差不多月光族。所以於越在我看來，第一個錯誤就是買房。當然我這個是個人觀點，僅供參考。第一個錯誤是買房，買房是最主要的一個錯誤。第二錯誤就是他就不應該跟老李結婚，你找個這個樣的男的到底要幹啥？大伙過日子是嗎？所以說要不了多長時間，這個於越恐怕還要吃2遍苦，受2遍罪。在這個小陽春，又有多少人是於越這樣的盲目上車，就為了賭口氣，就為了一個想做給別人看，想證明我很優秀，還要靠一套房子來證明自己，死要面子活受罪。這種要強不是什麼優點，對吧？這種盲目的決策實際上是把自己拖向深淵的開始。最近有一個10多年沒聯繫過的同學打電話，高中同學，在這個電話響起的時候，我跟大家以前做過節目聊過，什麼樣的電話我不接，但這個電話明顯在我的通訊錄裡面，但是我看着這電話一直在響，我就是不接。我在想他找我幹什麼？10年沒聯繫過了，就怕這種10年不聯繫突然打電話，那就10有8九是要借錢，所以說我就不接，我就等着他給我發短信說什麼事。結果這電話就沒了。過了2、3天，我還在想着要不要給他打回去，是吧？畢竟是同學打電話。結果我想他有個急事找我，他一定會給我發信息說什麼事。結果他也沒給我發信息，那我就想着我要不我也不別給他打回去了，就這麼着。結果過了3天，就是今天我做節目之前，這個電話又打過來了。我一看這不接不太合適，但是我就做好了預案，我估計要麼就我想了2件事情，要麼是借錢，要麼恐怕是跟我打聽其他人的一些情況。我就想好了，如果是打聽其他人情況的好說，如果是借錢怎麼辦呢？後來我電話一接，萬幸他是向我打聽別人的情況，共同的一個朋友，那個同學在向他借錢，而他給我打電話想跟我了解一下這個錢能不能借，因為我認識，大家都認識。你說這社會都已經這樣了，現在是拼命的借錢。你看這個於越就是了，晚上坐在那兒把通訊錄翻開，一個一個打電話借錢。我在想要不了2年，這個於越恐怕又得把通訊錄打開，挨個借錢。不借錢他房子保不住啊。本來是為了證明自己比別人混得好，卻給自己帶上了一個牢固的枷鎖。我們都不說這個房子漲跌，這房子漲還跌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工作能不能保得住。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